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少女乾坤，我係賢佩師傅。今日我哋嚟傾一傾12生肖2026年新曆6月，即係農曆嘅甲午月嘅月運勢。2026年甲午月嘅時間係由新曆嘅2026年6月5日芒種開始，到2026年7月7日小暑之前結束。呢段時間就係命理上邊嘅甲午月。呢集影片係分享各個生肖嘅整體月運勢，係賢佩老師嘅用心製作嚟㗎。除咗有充實又實用嘅內容，仲有好暖心嘅建議同埋祝福嘅。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喎。喺進入正題之前，請各位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點開小鈴鐺同埋全部通知嘅選項，咁先可以根據運勢嘅走向，及時調整你自己，趨吉避凶嘅。如果睇完之後覺得啲內容對你有幫助，亦都請你可以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嘅，等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可以提前做好規劃同埋準備，迎接新嘅一個月嘅來臨。要知道分享善嘅知識其實都係一種布施嚟嘅，可以為你種下善嘅種子。接落嚟我哋就正式進入甲午月嘅生肖整體月運勢。屬鼠嘅朋友呢，呢個甲午月會迎嚟一場劇烈嘅能量風暴噃。睇翻上個月，大家有冇感覺到？雖然呢個大環境又有啲動盪，但係呢就會仲有啖氣可以唞下嘅。但係一到呢個月呢，能量場就翻天覆地咁大變噶啦。因為呢有兩個子午相沖，佢嘅能量爆晒棚嘅，就好似你隻艇仔又要對住流年嗰頭浪，仲要正面迎擊今個月嘅呢層巨浪。形成咗好少見嘅雙重子午衝嘅格局㗎。呢種雙重衝擊嘅能量呢，就代表第一劇變、衝突同埋動盪啦。同時呢，就係仲有55字形呢個能量喺隔離火上加油，即係講埋呢個大環境同你自己內心嘅嗰種焦慮同內耗嘅。所以接落嚟我就同大家深入講解下喺呢個咁誇張嘅能量場裏邊呢，屬鼠嘅朋友應該點樣穩住陣腳，安全度過呢個月份嘅。第一，事業同學業由仲可以唞氣到正面迎擊。咁首先咧，喺事業同學業上邊，上個月嗰種仲可以應對嘅狀態咧，喺呢個月就冇咗嗰支歌仔唱啦。今個月嘅新嘅關鍵字就係正面衝擊，意思就係挑戰唔係間接噶啦，而係直接而且突然間出現嘅。你可能會面對一啲突然間出現嘅變化啦，比如你做緊個核心嘅項目，突然間俾高層叫停，或者係啲合作團隊因為衝突解體，甚至咧又俾人派咗去一個好鬼混亂而且全身又未做過嘅崗位。當呢個子午相沖、雙重發威嗰陣，你同阿頭同事之間嘅溝通咧就好鬼困難啦。之前嗰啲默契好似未發生過咁，好容易爆發啲正面衝突嘅。再加上55字形呢個影響，意思就係你所在嘅團隊或者公司嘅內部咧，本身已經係矛盾重重噶啦。咁你咧就好可能變成嗰個替罪羔羊喎。所以今個月嘅策略就係極致嘅防守，千祈唔好主動去求變，應該遠離辦公室呢個是非之地。不過咧就唔係全部屬鼠嘅朋友都係咁被動嘅。比如身強嘅金鼠，今個月咧觀察為用啦，反而咧容易獲得阿頭嘅賞識啦，或者係有升職嘅可能嘅。但係如果係身弱嘅金鼠，就會俾壓力壓到唞都唞唔到氣，甚至乎咧俾人哋打壓，或者係碰到好緊要嘅小人。如果你想睇睇你係升職嗰一類定係俾人哋針對嗰類咧，點點上邊呢個鏈接就可以睇到你係邊一樣啦。第二，財富運勢由潛在嘅風險到高危嘅損耗。第二，到呢個財運方面啦，上個月咧嗰種潛在嘅風險咧喺呢個月就會升級，變成高危嘅損耗。子午相沖，意思就係你嘅財富俾兩股巨力撞嚟撞去，所以咧就會變成財嚟財去啦，非常難以聚財嘅。所以呢個月好容易出現啲計劃之外嘅巨額破財，比如屋企裏邊啲擺設啦，或者係部車突然間壞咗就要整，而且咧收費都唔低嘅。或者咧係屋企人健康出問題啦，產生嘅醫療開支。最緊要嘅就係嗰個55字形啦，佢會等你情緒又唔穩定嘅，跟住嗰啲非理性嘅財務支出就出晒嚟啦，好容易一時間高買低買，或者係因為啲人情啊咁又借咗一大筆錢出去咁。所以咧今個月理財嘅策略就係現金為王，拒絕投機，推遲所有嘅大額消費計劃，而且堅決拒絕所有嘅借錢同埋擔保，保護住你嘅荷包就係最大嘅勝利啦。
但係咧有樣嘢就好有意思嘅，今個月咧有人破財，又有人發財喎。身強嘅水鼠今個月咧食傷生財，財富躍升嘅好時機嚟㗎。但係對於身弱嘅水鼠嚟講，就又黑又蝕，好容易就係因為錯誤嘅判斷搞到嚴重嘅破財啦。想唔想睇下你今個月會唔會破財呢？點喺呢個鏈接睇下你係邊一類。第三，感情運勢由潛在嘅緊張到公開嘅危機。感情運上邊咧，上個月仲可以揞住晒啲關係緊張嘅，今個月就全部都要公開啦，而且相當激烈㗎。子午相沖就會將所有台底嘅矛盾一次性引爆嘅。對於有伴侶嘅朋友嚟講咧，呢場係一個考驗雙方智慧嘅月份嚟㗎。你會發現咧，大家真係話不投機又半句多，立場好尖銳又好對立嘅，雞毛蒜皮嗰啲小事都可以升級到嘈餐大嘅，甚至咧會嘈到分手喎。咁因為沖咧都會代表分離嘅，好多情侶就因為愛力面臨兩地嘅分居或者係分手。咁同時咧，五字形就係指向你哋雙方都陷入情緒嘅內耗，又容易互相之間估嚟估去。咁對於單身嘅朋友嚟講，今個月嘅桃花多數係衝動型嘅緣分嚟㗎，嚟得快又去得快，所以咧千祈唔好投入咁快啊，費事閃電拍拖又閃電分手啦。但係喺感情世界裏邊，唔同人就唔同嘅。例如大家都係女性，身強嘅金鼠今個月就官殺為用，桃花運啊好正㗎，好容易碰到一啲成熟穩重、好鬼優質嘅對象嘅。咁但係身弱嘅金鼠女性咧，官殺就變成壓力啦，碰到個對象可能反而會俾自己帶嚟好大嘅精神折磨嘅。想唔想睇下你嘅桃花運係正緣定係爛桃花呢？點擊下個鏈接睇下你係邊種。第四，健康運勢由潛伏嘅隱患到急性嘅爆發。最後我哋睇睇健康運呢方面啦。上個月嘅潛伏嘅隱患，今個月咧一定要預防急性嘅爆發啦。子午相沖嘅本質就係水火交戰，意思就係你嘅心腦血管系統啦會好大壓力嘅，好容易會出現啲心慌慌啦、胸悶啦、高血壓嗰啲咁嘅症狀。如果有相關病史嘅朋友咧，必須就要重點監控啦。仲有腎臟同埋泌尿系統都好容易出問題嘅，更加要警惕就係五字形主導嘅咧就係精神層面嘅問題，會導致比較嚴重嘅內心焦慮啦、精神緊張啦、失眠多夢嘅。而當你精神狀態唔多好嘅時候咧，就會好容易導致啲咩意外嘅傷害咯。所以今個月千祈唔好忽視任何身體嘅警報。養生嘅策略咧，必須係轉為主動防守啦，而且要將情緒管理放喺第一位。不過咧喺健康方面，唔同五行嘅屬鼠朋友嘅體感咧就差好遠啦。比如身弱嘅火鼠啦，今個月就會得到印星同埋比劫嘅幫扶嘅，就好似食咗大補藥咁。之前又攰又虛嘅嗰啲咁嘅感覺咧，就全部冇晒噶啦。咁但係身強嘅火鼠咧，就好似火上澆油啊，個情緒咧真係爆到不得了，好容易焦慮又容易狂躁嘅，所以容易出病咯。如果想睇下你嘅健康問題喺邊度咧，點擊下鏈接睇下你係邊一類。以上就係今個月嘅整體運勢分析。但係研佩老師要提醒你，同樣嘅一個生肖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嘅運勢咧完全唔同嘅，而身強身弱嘅差異更加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有人今個月財運爆棚，有人反而要打一場能量保衛戰噃。你屬於邊一種呢？可以撳一撳評論區嘅置頂鏈接，填寫你嘅生日，我就會同你計出你嘅專屬五行生肖同埋身強定係身弱啦。而且會話俾你知今個月嘅特別注意事項，知道自己嘅五行同埋身強身弱，先至可以真正好好利用今個月嘅月運勢㗎。希望對你有幫助啦。我係研佩師傅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